咁歡迎嚟到今堂嘅技術課堂講解啊！咁接住上一堂啦，今堂同大家想去講解嘅係咩嘢咧？上一堂同大家講嘅，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係上一堂講嘅係 K 線嘅基礎運用，唔係用 K 線去睇頭肩頂頂部嘅基礎形態。咁今節課會喺上一堂嘅一個基礎上邊，再一步深入會同大家講解頂部嘅反轉形態之三重頂、雙重頂同埋呢個圓弧頂以及倒形頂呢四種經典嘅頂部形態。事不宜遲，而家即時同大家去進入深入嘅講解。咁先講一個啦，三重頂嘅形態。三重頂究竟係乜嘢？顧名思義三重頂大家肯定可以喺呢個 K 線嘅走勢上邊清晰咁樣畫出呢個 K 線嘅每一個高點。佢個特點非常清晰嘅，大家知道。我哋將佢畫出嚟 ，A 點、B 點、C 點，大家見到嘛 ？A、B、C 三個點可以清晰咁見到係咩嘢咧 ？A、B、C 三個點其實佢哋嘅價格之間嘅距離啦，一係就係一樣。你睇下整個 A 點同埋 B 點、C 點嘅價格相差唔大，幾乎持平，係咪？或者係甚至係 B 點會比 A 點稍微低少少，C 點會比 B 點稍微低少少，係咪？呢個時候係一頂比一頂低，或者係一個頂絕對唔會高過上一個頂。呢個形態就叫做三重頂嘅形態啦。三重頂嘅形態，而呢種三重頂形態咧，我認為係喺市場上邊非常之經典多次出現而且對於後續判斷整個頂部走勢之後回落嘅走勢成功率非常之大，非常之大，所以大家要多去運用。咁關鍵嘅點係咩咧？每一個頂都會比上一個頂要低。第二個，呢咗信號出嚟之後，大家幾時去操作？幾時運用呢種三重頂去做一個操作？關鍵嘅一個操作點位喺邊度咧？有兩個，第一個都係 C 點。C 點位置 ，C 點位置就係 B 點呢個第二個高點出嚟之後，我哋迎來咗 C 點一個潛在大三高點嘅時候，咁我哋出現呢個 C 點嘅一個單日陰線跌破多條短期天線呢個位置，咁C 點就確認咗三重頂嘅出現。呢個位置咧，我哋開始考慮咩啊？一係你逢高做空，一係你將你多頭了結。C 點位置，咁如果你 C 點位置冇成功出頭嘅 ，OK， 你要等一個咩咧？譬如你個位置你就反應過嚟 ，OK， 你係要等一個 D 點反抽呢個位置 ，D 點反抽，等一個 D 點反抽嘅頸線反抽到呢個前期嘅雙體上頸線附近，喺呢個位置 D 點反抽到呢個位置嘅時候，你逢高退出。點解啊？因為前邊 A、B、C 三重頂已經出嚟啦。A、B、C 三重頂被跌破頸線之後，確認咗整個三重頂嘅有效性。那麼 C 點你未嚟得及退出，你就係等佢反抽，但係去到頸線位置突破唔到嘅時候 ，OK， 逢高退出，或者逢高做空。呢就係 A、B、C 三重頂嘅運用。咁講完三重頂。我哋再講一個頂部反轉嘅走勢相對劇烈見到呢個位置雙重頂A、B 呢個係咩啊？雙重頂。點解？A 點同埋 B 點基本上高價係類似嘅 ，B 點同 A 點基本上持平嘅。喺呢個位置之後出現咗咩啊？單日大跌，跌穿所有嘅短期均線，跌穿5天、10天、20天，係嘛？甚至直接破埋呢條頸線，呢個位置就確認咩啊？雙重頂確認，雙重頂確認之後，那麼大家就應該喺呢個位置去退出，或者逢高做空。咁但係如果呢個位置你已經係破位啦，你未嚟一次走，你呢個位置你先反應過嚟 ，OK， 你等佢反抽。但係反抽嘅時候，大家要留意
反抽到頸線位置啊，呢個位置上好難上唔到去。呢個位置你附近咧逢高退出，呢個位置逢高退出，呢個就係雙重頂嘅走勢。雙重頂嘅走勢，大家見到雙重頂嘅特點啊，基本上 A 點同 B 點嘅高點接近嘅，而且只有兩個高點。咁我哋破頸線同埋 B 點嘅回落位置，你就要小心啦。B 點回落位置同破頸線你要小心啦。咁呢個係關於雙重頂嘅，關於雙重頂嘅雙重頂。講完之後咧，同大家講頂部倒形，頂部倒形呢種咧，佢就會比雙重頂跌破之後，俾你出頭嘅機會更加少啦。點解咧？大家見到頂部嘅倒形，大家見到先係向上跳空，高位盤整完之後咧，要向下快速下跌，形成一個頂部嘅倒一個形態。譬如話呢個位置，大家睇到，大家見到呢個位置係咪一個類似一個雙重頂嘅 A 點？但係呢個位置係一個 B 點，而且呢個位置見到啦，呢個就係出現咗咩啊？烏雲蓋頂嘅走勢，單日暴漲，快速跳升，但係第二日即時出一個陰線出嚟，烏雲蓋頂。所以佢 A 同 B 雖然 B 最高價比 A 最高價稍微高少少，但係佢企唔住 ，K 線上咪有烏雲蓋頂嘅走勢。咁出現呢個走勢之後 ，B 其實連續快速下跌。係嘛？就係咩啊？先係單日大漲向上大升，之後再去快速下跌，呢種就係倒形頂嘅典型嘅特徵。而且你見到 A 點前期嘅拉尖係點樣嘅走勢，係一個跳空嘅帶出嚟嘅 A 點嘅高點，係一種衰竭嘅缺口。所以呢種嘅形態佢必然係上漲震盪，再加速上漲，但係佢快速同你反翻過嚟反包，吞沒晒前期一個快速上漲嘅一個升幅。呢種就係咩？前期缺口回補。咁呢個就形成一個頂部嘅倒形。一旦跌破頸線，你見到啦，跌破頸線之後，佢基本上就唔會反抽，反抽力度好弱，咁所以頂部嘅倒形形態，我哋一般就係喺咩啊？頸線破位，或者係喺 B 點高點出嚟嘅時候，或者係頸線呢個位置就要退出，唔似得呢個雙重頂倒形嘅反轉形態，佢反抽力度好弱，所以呢個種及時要退出。咁呢就係頂部倒形形態。咁講完頂部嘅倒形形態，我哋最後睇翻一個頂部最後一種形態，圓弧頂。點為圓弧頂？大家見到圓弧頂佢一定係需要一個圓弧頂啊！圓弧頂係一個漫長嘅時間構成嘅。點解話漫長？大家見到圓弧頂，我哋畫一條線啊，你見唔見到啊？呢個位置係一個圓弧頂。個圓弧頂係一直係大家見到呢個位置 A 點係高點 ，B 點係高點。呢個位置可以畫出 C 點、D 點、C 點、D 點、E 點、F 點佢有好多個階段高點出嚟。但係你見到佢最大嘅特點就係咩啊？一，佢呢段時間可以經歷好長嘅一個時間，經歷過3-4個月半年都得，1年半載都得。第二個你見到佢可以好高嘅高點 A、B、C、D、E、F 係嘛？好多個階段高點出嚟，唔似得前期 A、B、C 三重頂或者 A、B 雙重頂咁樣，唔會有好多個階段高點出嚟。但係無論幾多個階段高點都好明顯嘅 C 點之後唔會再有一個高於前期 B 點嘅走勢 ，C、D、E、F 都係比上期嘅 A、B 點要低所以圓弧頂就係特點就係長時間緩慢，形態反覆糾結。咁所以圓弧頂咧，佢俾你出圖嘅時間相對多，但係佢消耗嘅時間好長，而且圓弧頂嘅頸線位置，圓弧頂嘅頸線一旦跌破咧，佢都好用好多時間同佢洗你，洗完之後後邊再會加速下跌，呢個屬於咩啊？本病一跌破完之後會反抽之後用時間去洗你之後加速下跌。
所以喺圓弧頂嘅形成，大家一定要話清楚，你將時間花到拉長少少。但係無論點長時間，你都知道一頂比一頂高，而且頸線跌破之後，再係好難去突破頸線，好難突破頸線。呢個就係圓弧頂，所以我哋一圓弧頂嘅賣出就係呢個位置，唔好留戀或者做空。咁所以今日同大家講就係講到呢度，關於頂部形態。今日講咗有三重頂、倒形頂、圓弧頂、雙重頂，所以大家從呢種頂部形態當中，可以去及時運用翻自己嘅實戰當中。我相信對於你去圖出頂部有非常之大嘅幫助作用，唔使再頂部出嚟之後，好似傻白甜咁樣、小白咁樣去抄頂，唔得，唔可以再抄頂，一定要圖頂。咁大家之後再多去翻去多複習，有咩唔明嘅可以再睇多幾次我哋有嘅技術教程，相信一定可以幫到你。咁今堂嘅技術教程就講到呢度，咁我哋下節嘅課堂再同大家再見，拜拜。